每日返到屋企，最期待嘅就係呢一片海。喺銀線灣呢度，生活節奏好似自然會慢咗落嚟，有一種遠離市囂、專屬自己嘅平靜。行入客廳，空間感好闊落。最鍾意呢度嘅大比例接趟門設計，將室內同戶外連成一線，自然光同海景直接引入屋，令成個空間感更加通透。推開門就係自己嘅私家花園，喺度擺張戶外凳，一邊飲咖啡一邊吹住海風，呢種就係我心目中理想嘅週末下晝。呢度有一大片真草地同泳池，平時喺度散步或者游個水，望住個無敵大海景，身心都好治癒。廚房嘅設計簡約實用，裝備齊全。飯廳同廚房嘅動線做得好好，一家人喺呢度食飯傾偈，感覺好溫馨。上到嚟主人房，呢度嘅景觀真係百看不厭。每朝起身第一眼就見到咁靚嘅藍天大海，係一種生活嘅動力。空間感好充裕，放咗大床之後依然好寬敞，就算喺度靜靜坐下，都有一種喺酒店度假嘅感覺。呢度仲預留咗衣帽間位置，收納好方便。而浴室嘅設計簡潔高級，讓生活更顯條理。仲有另外2間套房，其中一間同樣擁有海景。值得一提嘅係呢度嘅樓底特別高，空間感十足，完全冇壓迫感。無論係做客房定係小朋友房，都住得好自在。屋企仲設有私人桑拿房，攰嘅時候入去焗下桑拿，出一身汗，之後仲可以即刻跑去泳池游返轉水，絕對係最極致嘅放鬆。住喺呢度，唔單止係擁有一間屋，更係擁有一種同大自然共生嘅生活態度。如果你都想喺銀線灣揾到呢份寧靜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智富物業 Property Finder。